Hello Marvin 啊，咁呢條片咧會同大家講啦，星期日嘅心水嘅。咁啱啱嘅賽日啦，有睇我片嘅朋友咁啊，又有得着啦吓，太精神咁啊，跑過第二啊。呢排咧我嘅心水啦，都好似脫離唔到二拉命咁樣啊，連續幾次咧都係跑第二啊，不過就都唔緊要嘅吓，跑第二啊冇 win 收啫，有 pay 有 Q 收吓，咁啊大家咧睇我片真係知道我呢排咧嗰個走勢嘅話咧自己識點做啦。咁啊當然啦，最希望嘅都係咧，即係睇嘅朋友有得着呢一樣嘢咧，先至最緊要。係咪希望啦即係馬年繼續延續呢個走勢啦，係嘛？大家開心呢一樣嘢係最好嘅。咁啊，今次咧我都揀咗一匹馬咧，咁啊會同大家分享嘅。咁啊，所以大家記住咧睇晒呢條片啦。咁另外啦，對上嘅賽日啦，咁啊黃志宏咁啊終於都畢業啦咁啊贏夠70場，咁啊升做咧大師傅之後咧就同各位師兄咧就叫做平起平坐啦。不過咧呢頭歡喜嗰頭咧佢就有排愁啦。事關咧其實隻人心聲啦咁啊好多朋友都睇到發生啲咩事啦。相信咧手尾長噶啦，事關咧佢近排啦嗰個即係叫做紀錄啦，真係唔係咁好呢次會唔會俾競賽小組重判咧？真係唔知。事關咧呢一次就要延期咁樣再發落咁樣咁佢嚟講升做大師傅我自己嘅睇法啦就真係唔升好過升嘅因為咧即係除咗啦佢自己本身嘅問題之外啦，加埋嚟緊啦，又有幾個騎師啦，袁幸堯有個布乜乜澳洲仔加埋咧最緊要就係呢個咩方嘉柏嘅主帥雷神翻嚟咧黃志宏呢次真係慘啦另外啦，雷神啦終於咧鐵定回歸啦咁今次咧可以講啦，真係鋪條金樓梯俾佢翻嚟。點解咁講咧？因為從方嘉柏咧即係對住媒體所講嘅嘢咧，其實咧都可以略見端倪嘅。而我相信最想佢翻嚟嘅絕對唔係方嘉柏咁啊陣間都同大家講下。好啦，咁我 Marvin 嘅片啦，而家咧就會喺呢個頻道嗰度上片嘅。咁大家記住啦，訂閱同埋咧撳埋個鐘仔咁啊有新片出 YouTube 就會通知你睇噶啦。想支持我 Marvin 嘅朋友亦都非常之簡單嘅啫，就係睇多咗個片啦，留言俾個 like，同埋咧分享埋俾你嘅朋友，咁就係對我 Marvin 最好嘅支持啦。我嘅副頻道啦，亦都不斷有更新嘅。啱啱咧，亦都啦大戶情報亦都啦幫到啦有睇嘅朋友。咁所以咧，大家記住有時間嘅訂閱埋我嘅副頻道亦都咧有其他片咧都會喺嗰度出現嘅。咁啊，希望咧得到咧大家嘅支持。黃志宏啦，啱啱個禮拜三啦，頭威頭勢就喺第一場啦，就其實師傅嘅馬幸運傳奇啦，咁啊勝出佢喺香港啦，第70場嘅頭馬，咁啊正式升格為大師傅啦。咁對於一個職業騎師嚟講咧，香港嚟講啦，咁你升個大師傅，其實咧都係一件值得恭喜嘅事嚟嘅。不過即係平心而論啦，黃志宏嘅騎功你話係咪去到大師傅嘅級數呢？我覺得咧就好多人咧都未必有相同嘅睇法。事關啦，我覺得佢比起見習生嘅時候，當然係有進步啦，係嘛？話晒都騎咗幾年，但係個進步幅度咧，我覺得咧就唔算話太大。淨係睇今年啦，其實佢陣上咧都好幾次咧犯錯亦都咧俾競賽小組抽清啦，係嘛？今次騎啲人心星亦都出事啦。其實人心星本身呢隻馬咧就唔係話易騎嘅出過事嘅亦唔止佢一個。咁但係好啦，今次嚟講佢點解會係咁大鑊咧？第一啦就係咧知道人心星跑法嘅朋友咧，其實咧都知道呢隻馬一係就放頭，一係咧就守喺啲二位嗰度。總之就一定要喺前面最好嘅黐住條欄啦捋下咁樣咧先至係有機會嘅。但係你話一縮去後面嘅即係去揾遮擋又好，點樣都好，你要去跟住咧再翻上嚟咧，就唔係咁容易啦呢匹馬一向都係咁跑嘅。
大家咧有睇到黃志雲星期三嗰個跑法咧，其實就算你唔知道方嘉柏嘅策騎指示係點樣，你都覺得哇唔係咁係嘛？我覺得咧一個騎師啦一個職業騎師最重要嘅一樣嘢就係你識得咧要閱讀咧嗰個步速即係有啲朋友話啦，因為咧布文慢放，所以咧黃志雲我中咗計瀨嘢。人哋慢放還人哋慢放一件事，你身為一個職業騎師，你都應該喺陣上閱讀到嗰個步速，去作出相應嘅動作噶嘛，係咪先？係嘛？咁樣先至叫做職業啊嘛。如果唔係嘅話是但一個人騎上去都得啦，啱唔啱先？好啦，再講啦，黃志雲呢一次咁樣咧，其實對佢自己嚟講咧，絕對係好大影響。嗱，第一啦就係啦，其實就以禮拜三嚟講。好多朋友見到你第一場騎師傅嘅馬會係得手喎，跟住再另一場啦，即刻有騎師傅嘅馬嘅，梗係有支持飛到啦，啱唔啱先？跟風少不免嘅呢啲。好啦，點不知雖然你都而家有個第三，但係你 WinQ 都齊撻啦，係咪先？好啦，咁另外啦嚟緊亦都有幾個騎師嚟到啦，咁最緊要就係其實咧係雷神。因為咧，雷神就係最直接影響到佢嘅，佢將會成為咧方嘉柏嘅主帥。其實基本上，黃志雲大部分可以騎嘅馬咧，嚟緊嘅時間都會咧交晒俾雷神。好啦，咁你連師傅嗰度都減少咗可能好大量嘅支持嘅話，而你不斷咁樣犯天條啦，係嘛？你話想揾外線嘅練馬師去幫你嘅，去尋求支持嘅。咁人哋又點樣信你呢？咁所以呢，我覺得呢，其實呢，佢都真係呢次都幾大鑊下噶，真係分分鐘學某啲人話齋啦，呢頭畢業，嗰頭呢分分鐘就失業。所以呢，黃志雲呢，真係呢，呢一次就發生咗啦，冇辦法啦。嚟緊嘅時間究竟應該要點樣做呢？佢真係要認真咧去諗一諗啦。咁至於雷神啦千呼萬喚終於都嚟到啦表面上咁好似方嘉柏鍥而不捨咁樣啦咁揾佢翻嚟做主帥啦。咁但係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唔係方嘉柏真係非要雷神不可咧咁樣？嗱，我自己覺得啦，方嘉柏一路以嚟都表現出啦，就係對所有嘢無欲無求咁樣啦，係嘛？亦都我覺得啦，去到佢而家今時今日，唔會話突然之間，我想今年發圍有個目標點樣，咁特登咧要去請個主帥翻嚟。事關你要請個主帥，你都要你馬房入邊嘅馬主肯夾錢先得噶嘛，係咪先？啱啱？咁當然佢今次請得嘅好明顯馬房啲馬主 OK 啦，啱唔啱啊？咁但係咧，佢對傳媒講就係話，雷神咧雖然咧就幫我做主帥，不過咧我都咧好歡迎其他練馬師咧揾佢幫手嘅。呢樣嘢咧又有啲奇怪啦。事關啦，雖然方嘉柏即係佢講嘢都比較隨性啲嘅，係咪？但係你請個主帥翻嚟，理論上啦，你都要維護你自己嘅馬主嘅利益因為佢哋夾錢請翻嚟。如果你係唔騎自己馬去走去騎外線馬嘅，咁件事就唔係太通啦，係咪先？咁但係咧，佢已經咁快講到明係咁樣，咁我就會諗啦，究竟係唔係有人借方嘉柏把口而叫雷神翻嚟咧？係嘛？嗱，我真係唔排除呢個可能性嘅喎，係咪先？當某一邊又可能好想雷神翻嚟，但係礙於種種原因啦就唔係好方便話直接叫佢做翻公司騎師咁樣。好啦，另一邊啦，又個人又好想翻嚟嘅，但係又因為之前種種嘅原因，究竟點樣去開口好咧？咁樣，嗱，有方嘉柏呢個中間人咧，成件事就好似通咗啦，係咪先？大家都落到台，大家都有條金樓梯，係嘛？即係我始終覺得啦你對雷神有咩睇法都好，從商業上嘅角度，嗱，要記住馬會話就係慈善機構咁佢都係商業式運作噶嘛，尤其是仲要係鬼佬揸旗嘅。
幾唔妥你都好，但係如果你話對門生意係有幫助嘅，其實大家都可以咧放低擺低佢嚇。最緊要咩？揾錢至上嚇。其實呢一次雷神做科家伯嘅主帥嚇，重返香港咧，正正就係咧做到呢一樣嘢。我相信啦嚇，某方面啦嚇，一定係樂見呢一件事嚇，亦都咧係終於啦叫做啦嚇，揾到個機會開綠燈啦，係嘛？咁啊睇下嚇，跟住個情況係點啦？會唔會話真係重演翻早前即係早都不知不覺都好多年啦嚇，即係叫做兩大騎師大鬥法啦，潘頓莫雷拉啦，定係學某啲朋友話齋多隻香爐多隻鬼。會唔會咧多個人古古惑惑咧咁大家咧不妨咧拭目以待啦。好啦，咁呢度同大家講住咁多先啦，跟住咧就同大家講啦星期日嘅心水。嗱，大家記住啦，未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嘅朋友咧，記住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嗱，另外啦，我哋分享免費資訊嘅 WhatsApp 咧已經換咗新嘅啦。嗱，各位朋友如果想收到我哋免費資訊嘅話咧，咁記住啦，加我哋新嘅 WhatsApp number 啦。今次我 Marvin 同大家分享嘅心水呢，就係星期日第8場嘅3班12米。咁呢場馬呢，我有一匹呢就自己幾中意嘅。咁另外呢，有一匹雖則呢就唔係話我嘅心水之選，不過呢，我都建議大家呢拖埋佢嘅。先講我心水嗰匹先啦，就係3號嘅巴基之星。今次排喺個11檔度。騎師就係呢騎慣騎熟呢匹馬嘅奧爾文。嗱，呢匹巴基之星咧就長期喺3班嗰度跑噶啦，亦都喺上季咧有贏過頭馬嘅。至於今季啦，對上一次出賽咧，亦都咧走過入 Q 位嘅，都係咧經奧爾文之手。嗱，巴基之星咧上場轉一轉配備咧，即刻就見到效果啦。只係輸俾頭馬嘅閃耀天河咧，跑第2。亦都係嗰場啦，唯一擺前走嘅馬咧，能夠咧翻到嚟嘅啫。嗱，今次馬房嘅準備功夫咧都好足夠嘅。能力上應該咧可以係有所提升，只不過咧排喺個11檔嗰度咧，對於呢匹啦要跟前走嘅馬嚟講咧，就點都打咗個折扣噶啦。不過咧以呢匹馬嘅狀態啦，加埋奧爾文咧騎呢匹馬咧又好似特別好咁。你話咧有翻咁上下賠率10倍左右到啦，我認為咧可以喺今場咧搏下佢嘅。雞馬嚟講咧，喺3班咧就唔算係易贏嘅，不過咧就夠用。奧爾文咧亦都暫時啦，算係咧幾正氣。所以呢場啦，我幾喜歡呢匹咧巴基之星嘅。另外有一匹啦要拖翻住嘅，就係1號嘅鑽石星空。呢匹馬都好耐都冇跑過1200米噶啦，亦都即係草地啦。亦都咧叫做咧沉咗一輪嘅。不過啦，今次啦抽多個1檔啦。有機會咧可以俾佢發圍嘅，事關呢匹馬啦，最好嘅跑法咧又係擺前面，甚或至咧自己領放都得。賽前試閘啦，睇呢匹馬咧唔算話點樣突出嘅，但係安順人啦，亦都咧係冇騎到呢匹馬，可能係想保留體力啦，或者咧保留實力，星期日咧先至咧見真章。揀佢嚟拖原因咧。係隻馬咧，其實都一段時間啦，叫做冇落翻去1200米草地嗰度跑。但係以往即係嚟計咧，1200米其實比佢咧之前跑1400咧，我覺得仲好少少添。所以啦拖翻住搏佢啦，呢場啦排到1檔度啦，可以回用。今次我心水啦，主力就係3號嘅巴基之星啦搏一搏冷。再拖其中一注啦咁就係有1號嘅鑽石星空啦。呢場就係咧第8場3班1200米。希望我 Marvin 嘅心水啦，可以幫到大家，亦都預祝大家咧星期日嘅賽事贏多啲。